新北市永高一间准公共化幼稚园的老师伫上班时间食酒，各家画面打伫社群网站。新北市教育局也咧透过监视器画面调查，有互儿童食酒的情形上悬通罚60万，而且14人袂使阁做教保人员，也会解除一间幼稚园的准公共化契约。甲超商冰箱的酒落起来，搁摕3罐酒精有3拍饮料，加入可尼亚具甲汽水，最后是点出一大锅的调酒。这段来自新北永高一间准公幼老师录影上传的现实动态，引发争议。本局5月10号晚间6点接获本案呢，已立即派员至幼儿园呢调阅所有的监视器画面。本局声明呢，幼儿园教职员工呢不得在上班时间饮酒，且不得从事与公务无关之行为。当时的幼儿园拜六是休困，无详细的回应，也毋过前一暗捌表示会回报总公司来启动调查。因为他们老师真的是蛮年轻的啦，可是老师其实对学生都蛮有耐心的，对行为上可能不太好啦。因为影片最后上字是讲好好困，乖乖困，一暝大一寸。有家长是烦恼，讲的囡仔嘛啉调酒。对此，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即马了解是无，也毋过已经调阅相关的画面来厘清。若是有老师上当，会采取60万，终身袂使担任教保员。而幼儿园是罚6万，嘛解除准公幼的合约。除了老师个人的问题之外，园所平常的督导机制，这是我们很少会去看到的。那整个退场机制也不会把园所的这个督导机制放进去啊。全国教保产业工会指出，政府对准公幼的督导甲退场应该更加严谨甲明确。有幼教工会资历30多年的园长来直接讲，世代是无共款。部分少年老师是感觉无遐尼严重，无合意嘛无适当，只会当看到的时阵来提醒收集嘛，伫咧新型的教育来训练强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